脚步。王明斌，楚明在。有关今仔女子比赛的案件，经过本官明查暗访，最后也是罪证不足，所以讲本官即马慎重宣判，王明斌无罪释放。多谢大老爷，多谢官老爷。讲甲本官办案是无人甲我比，有钱的放伊去倒死，无钱的你着爱在死。会长。慧君，你哪伫遮？我头工在这等你。你伫遮等我，想袂到你已经知影我用无罪释放啊！我是专工要来甲你讲这个好消息的呢。好消息。你敢知？有当时，我感觉咱两个敢若人手中一支旗哩，做侪代志拢是身不由己。你敢知影？你用第二手来感觉，是外面痛苦。我知影啦，伫个我用关喺大路的时阵，我心肝内一直想你，迄种身不由己的感觉，就像你讲的，若无拄到的人，真正无法度去感觉伊的痛苦。也毋过，为即摆开始，咱会讲逐工拢做伙，就无人会当甲咱拆分开啊。不是，我唔是这个意思。慧君，啊无你是啥物意思？我的心肝犹如千刀万剐，无情的命运将咱拆分散。我是要安怎讲，伊才会了解我？慧君，袂要紧啦，你若有啥物苦衷讲袂出嘴，你就莫讲啊。慧君，咱即摆同齐来转，年母若看到我哦，无罪红放出来，一定足欢喜的哦。明白，你就是这么体贴，什么代志拢处处替别人的身上。也不过，你若对我如何，我的心肝就愈艰苦。慧君，我知影你一定受足侪委屈，也毋过真紧就会当雨过天晴啊。
你讲那真对，我医生的问题，即马逐工拢是乌油的。春夏秋冬对我来讲，拢无啥物意义。慧君，你今仔日哪会敢若怪怪？我知影，一定是我，拢是我害你的。伫我入校这段时间，你一定受真侪委屈对无？对，这种委屈是永远拢无法度改变的事实。慧君，梁斌，你听清楚，我必须要叫明了。你讲啥物？我必须要叫明了。你叫明良？刚讲爱我，搁讲一遍次。不可能，慧君，你甲我讲，你是毋敢滚生笑？你讲啊，是不是？我为什么要甲你滚生笑？我今仔日来这讲，主要就是要甲你讲，就是因为你每一个人拢挺性命，互伊为非作歹。如今再连累我一生，我即摆已经无其他选择啊！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来做？即摆这拢无重要。一世人，咱已经无法度做阿妈，一切拢是命。不是，我唔相信命运。滚！你甲我讲，什么命量？什么命量欺负你？是不是？你甲我讲啊！你甲你安怎哈？你讲啊！你讲别我好无啦！慧君，你莫讲别我，你莫讲别我！伊是甲你安怎啦？哈？你讲啊！你哪找到我？我即摆是千百之心啊！叫你激死！你是哪会使做出这种代志？我要来找理论，我要来找理论。你们走，你是安怎要来做？从细汉，只要伊害物件好的，我拢留伊；坏我跟你来承受。你也唔讲，我一点仔都无怨言。因为我有当得到你的爱意无啊！你莫讲讲啊，好无？我求你莫讲讲啊，莫讲。想袂到伊就这点仔，伊就要甲我手去。结果伊真正是什么真命天子？伊爱什么就有什么性。因为，我今绝对不爱让伊得到手。行，行，你是要去走啦？行。别，你到底是要带我去倒位啦？慧君，我要带你去阮阿爹遐，我要甲伊讲，我要带你。你无去讲，这根本就不是你家己愿意的，你是逼迫的，我哪会去嫌你？我绝对袂用，互你嫁予明良迄个택死，你若嫁伊，就是毁掉你一生的幸福，你知无？你也唔讲我。莫搁讲啊！我来找迄个택死，讲一个公道转来，行。老公主，下家婆有交代，无论安怎样，你袂用冲动用事。你替我想讲，就这个情形，我若无起笑，就真冷静啊啦。王公主，我一定甲你斗相共。你要找你小弟，阮带你来。好。哎，民初高牛。民初高牛，你来了拄啊好，平常是要招你出来，你拢唔肯。今仔日这机会上好，来，陪我饮一杯。
大王公主啊，这摆你敢会伫咧酒内搁放什么物件哈？民主公娘啊，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我啥人拢听。听无？互你较清楚的啦，快点听有听无？公主，王公主啊，真实的，真实的，啊，阮小妹吼，伊都较毋捌代志，啊，若冒犯你的所在，请你包涵。什么毋捌代志？若是车骹无有交代，我早就给搁是18块。王公主啊，真歹势，因为哦啊，你大人大量，阮小妹都较毋捌这个礼节，啊，歹势，我替甲你赔罪啦。哎，毋免啦。像伊遐尼水的姑娘，我哪有可能甲伊计较？是讲梁公主啊，后边我若是要娶某，就要娶恁像恁小妹这款的。娶某，王公主，想讲啊，迄个惠君姑娘的代志，毋知你安怎安排？你是讲慧君哦？伊是算啥？我若是肯出声哦，像伊款姑娘啊，排队上起码要排到3条街落去。明友，明友，当我叹口气，我的歌紧都返去，我袂搁再相信你，相信你哦。明友，明友。你根本都不是人啊！我跟你拼！你兄弟是创什么所啊？这是什么所在？啊！你调阮家留者，这代志若传出去，敢真是会听的是无啊？阿爹，你嘛即马就看，是阿兄先头就要甲我拍的。你个假讲，明明啊！有啥物代志慢慢啊讲就好啊，何必都安尼动脚动手咧啊？厝内面都无人啊，少，你是无我这老啊存在是无啊？阿爹，你既然都安尼讲，我请阿爹答应，互我甲慧君来相亲。你是咧讲什么笑话啊？慧君已经答应要嫁我吼，你莫咧起笑哦！你。阿爹，自细慧君都最爱甲我斗阵的，你嘛知影我甲慧君的感情啊。感情，感情一斤10到偌济钱？你敢有捌听过什么叫做先到先赢？对，无怪啦，你的脚有较无方便，是有较吃亏啦。也毋过嘛无要紧啦。话你讲，这慧君也毋是叫互别人，是叫你家己的亲小弟啊。到时阵伊若是生囝，赶快叫你一声阿伯。你有够过分的！好啊，免讲闹啦！车脚无你强调，讲咧出来面就是后天失调，先天风水更较好嘛，无路用。恁两个讲真好见笑是无啦？阿爹，请你答应我。等下，答应啥物？你想要娶慧君是？你家己问伊。慧君，你是安怎？哈？哎呦！哎呦，你个！阿兄，这个慧君敢若有心啊呢？啊，伊有心是要安怎骗？慧君，你注定是要做我的某吧？你还是甲明明讲，叫伊较细心的啦。慧君，你甲讲，讲你要嫁我，你要嫁我，讲啊！慧君啊！慧君！就是你要你管？我甲你讲啦，你免去啊，你去吼，有那前功尽弃，无较好啊啦，嘿嘿嘿。车脚步啊！你讲这是什么意思咧？什么意思哦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啊，我会讲嘛，等讲到这，若其他我都袂用讲的啊咧。明良啊，恁大兄吼，事事行拢让你吼，
伊代志莫讲闹啊，明明是啥物人咧闹啊？你叫我看阿兄文章，伊是啥物资格？我是未来的皇帝，伊哪有资格甲我抢回军啊？我王明无得得到伊个，啥物人拢袂得到，知无？哎呦，真平咧，我这个人啊，嗨，啊，非常大的啦。世间好处是良血，好歹嘛爱有分别。鼓励未灭心力家己识，终归落马着会误铁。哎，人咧讲哦，剃头师傅吼休困无理法啦。啊，你明良暗听我苦劝，也无要改一个，安尼我都改伊的命格哦，无可能，这是哦天注定好好的，无法度卖怨叹啦。小安，明主，啊无你即摆去偌教，去会馆因老母因兜。好。做啊！管老爷讲无证无据，袂当掠着凶手。地主即马甲咱望福祖，你会当有灵有声，必有提示着我的查某囝凶手会当早一日出现。这金锁我准备摕到后壁收。回军，妹妹，你过去以前访问的时阵，咱两不时就出来这，咱两去头顶向菩萨祈求。你跟我讲，我向菩萨祈求啥？你过会记得无？我一直甲恁问，也毋过你拢无讲。我向菩萨祈求，快到永远甲你斗阵无？敢讲，你真正无去啊？我是一个残废。你若是无去向我的生活较做无？人生就是安是，有真侪代志，拢是身不由己。也毋过，即摆一切拢改变了，我的巴肚内有面亮的囝，以后咱的一切拢过去。无，假使若拢真正是过去，是安那我的心肝会疼。假使若拢是过去，你是安那会伤心？不是，我的心都敢若亲像一支刀，伊一刀一刀拢在甲我割。我除了承受这种痛苦，我还有啥物力量通来抵抗运命？你讲啊！慧君，只要咱两个意志坚定，我爱你。虽然你的腹肚底有明亮的囡仔，也毋过袂影响我对你的心意。除非你根本都无爱我。我爱你，天地甲菩萨，拢会为我证明你。好，那安尼，咱两个来阮走高飞。这边安用的，咱若离开车，咱两个拢会踏上不好不义的罪名。我唔对，不好不义的罪名。当我窗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，相信你哦。我唔对，不好不义的罪名。面条，面条，阿兄，你安尼实在做超过。你竟然想要诱拐我未来的某远走高飞，甲我来去关家，看关老爷安怎治你的罪。快！关老爷要治罪人是你。啊！你即马是咧话要讲啥？你敢知我甲阿爹为了要救你，害偌济银两才就要救出来？你毋通知影报恩，颠倒想要误我？你敢是人啊你？无对，是你甲阿爹甲我报仇。要不你爱记的，杀人的人是你，不是我呢。我是替你担罪。我本来是我安尼做，看你会当改过自新无？
是袂到你利用这个机会来欺负回棍，我就反悔会当安尼做。我害了回棍，搁害你姑娘含我而死。你点去啊？是迄个你家己要找死啊！我看甲伊是你的福气，你毋能知影好歹，颠倒提价都要甲我抬。王明亮，你这个有关禽兽！慧君啊，你莫叫是讲我要娶你做某，你就会当安尼骂。你若是惹我生气，我赶快嘛甲你收你啦！你闪开啦！明亮，你莫欺你太心。我欺人太甚，我打你去！你当时啊，就是杀死阮查某囝的凶手。你是惊我迄个阿囝呗？对，我也唔所看到的人影就是你，我要来去报案。慢走，你慢走，我老掉价，慢！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梦的故乡，你这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路上天气真凉，你也家己加清爽，袂当陪伴踮在你的身躯边。做女儿虽然不好，但是时常思念你。当我窗口一我的歌，紧倒转去。海面的迄只孤鸟，是要飞去倒位？梦的故乡，你这真远，现在敢是落雨天？路上天气真